屋企有貓貓狗狗，究竟點樣揀地板好呢？其實做鏟屎官最頭痛就係呢樣嘢。第一就係寵物爪，特別係養貓狗嘅屋主，啲爪好容易刮花地板。講真，屋企養寵物最慘就係地板，其次係梳化。第二，佢哋排泄或者係嘔吐，如果冇即刻清理，就會滲入地板罅隙，耐咗就好容易產生異味。仲有一點，地板舒適度都好重要。我哋踩係瓷磚係冰冷嘅，踩係木地板係溫暖嘅，對寵物嚟講都一樣。要知道，地板唔止係地面，對毛孩嚟講，仲係佢哋24小時嘅跑道同床褥。所以揀地板一定要留意耐磨等級、防水功能、防滑設計，仲有舒適度。咁我建議可以揀進口無縫纖維地板，呢個又係點解呢？首先，佢嘅耐磨性特別好，表面覆蓋三氧化二嘅耐磨層，唔使擔心寵物爪整花地板，同時佢嘅防水性能都好出色。我哋嘅防水無縫纖維地板可以做到24小時表面防水，安裝時地板鎖扣緊密拼接，十分緊密，滴水不漏，唔使擔心水分或尿液滲入地板罅隙。最重要嘅係纖維地板本身帶有木質溫潤感，冬天唔凍，夏天唔焗，毛孩瞓上面特別舒服，仲可以揀立體壓紋，更防滑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住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啦。